泰國北壁府發生一宗震撼全村嘅家庭血案，一個47歲嘅男人蔡印涉嫌持槍闖入前妻嘅屋企，開槍射殺前外父同前舅仔，而前外母亦重傷送院。而整件事其實係因為佢哋已經積怨好耐。案發喺5月6號晚，大約7點幾，疑犯揸電單車去到前妻嘅屋企之後突然開槍，前外母同舅仔首先中槍倒地。而最令人心酸嘅係，前外父見到家人中槍，即刻衝上去搶疑犯嘅槍，佢哋仲打起上嚟。之後前外父就想返入屋攞自衛槍，但係疑犯冇停，反而追上去再開槍。前外父胸口中咗2槍，最後傷重不治。警方之後喺現場發現7粒9毫米彈殼，而前外母就重傷送院搶救。根據警方嘅調查，案件背後涉及離婚後嘅財產糾紛、甘蔗園利益分配等問題。雖然法院之前已經有判決，但係雙方一直傾唔掂。而村長亦都話，疑犯喺離婚之後仲一直返去滋擾前妻嘅家人，即係話件事唔係突然爆發。而另一個引起討論嘅地方係疑犯今次犯案用嘅槍，竟然係前妻名下嘅福利槍。所謂嘅福利槍，即係公職人員可以合法申請購買嘅槍。而前妻本身係副村長助理，所以泰國網民質疑點解把槍最後會落喺前夫手上呢？案發之後，警方拘捕疑犯，喺第2日押佢返現場做案情重演。現場一早已經有過百名親友同村民等緊。當疑犯一落車，大批人情緒失控，有人衝破警方防線，想直接衝去圍毆疑犯，現場極度混亂，甚至連警察總長都被推跌。警方最後唯有終止案情重演，急急將疑犯推上車離開。由財產糾紛、離婚積怨，最後演變成滅門式槍擊。